今天的单词是以，音标是这个，汉字是这3个，以，它可以表示奇数是2。新仔，由今日開始你就係華夫嘅低等下人，9527就係你終身號碼。12點夠鐘，快交槍交證，唔使做，安全過渡。開車。也可以表示序數是2，就是第2。嗱，劈咧，我哋出嚟行咧，就分2種，第一咧就係拖，二咧就係捅。牛頭角長輝工業大廈2樓。也可以用作形容詞，意思是容易，不難。想殺我鐵腿水上漂，冇咁易。朋友，樹林有好多蛇鼠，好似被咬親嘅。還可以用作名詞，是義氣道義的意思。你跟我咁耐，對我有情有義，肝膽相照，但係大佬未曾俾過一餐飽飯你食，我對你唔住啊！